想要出国旅行到知名地标拍照打卡、观赏宏伟的建筑吗？现在不用坐飞机，也能在书中看到栩栩如生的城市建筑。人文远雄博物馆现正展出立体书特展，现场除了有丰富趣味性十足的展区规划，还能和孩子一起动手换装，体验世界各国城市不同的文化面貌。翻开立体书，不只有精美的平面2D 图片及文字，更惊喜的是有用立体纸艺呈现的城市建筑。原来书中真的有黄金屋。其实立体书很多人都觉得它很困难，可是事实上立体书只要简单的几个原则，能够立体打开、平面收合是关键。例如说这个一个斜折之后看到这里，你阿妈做的开机叮当啊，队伍就起来了。所以创意其实不一定要很复杂，你只要用对方法，可以让你的东西变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此次展览共有4个展区，规划出展的作品像是剧场书、隧道书等国内外精彩藏品，让民众可以看到更多纸的多样化呈现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次特别策划了，就是我们搭着飞机，然后到世界各地去看各地的一个知名的建筑，透过书上，然后呢，大小朋友都可以在书里面看到自己喜欢的著名的建筑，然后每个人也可以试着去组装看看说，我心目中的建筑可不可以透过我的双手被做出来这样子。展览里面我们用环游世界的感觉。然后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体书，那其实也很好玩。你这样走一圈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好像环游世界一周。而且还有一个是说，你在边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其实每一件每区的作品，它都有那个地方的文化的背景跟意涵。立体书融合在整个环境中，让观众能够在情境中，来参观，我觉得是很棒的。刚才在这边跟女儿有一起盖那个自由女神，还有那个日式的一些房子，那觉得非常的好玩，而且非常的新奇。那就是在这边看到很多那个知名的各地知名的景点。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带女儿出国的话呢，那她看到真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也会非常的有印象。之前买的都是数字或是动物的立体书，跟你们这次展览的不太一样。你们这次展览，小朋友每看一本书，翻开都有不同样的城市建筑，小朋友都很开心，很希望再来参观。还不知道跨年及春节连假要去哪里吗？人文远雄博物馆于11月29日到2020年3月8号展出《飞跃纸上小旅行立体书原来如此》特展，基9全免就可以环游世界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免费入场，体验每一次翻开都有不同惊喜的立体书设计哦。Now News 今日新闻新北记者报道。